若搁剩一礼拜就要开学噶，学校即马拢无用咧做防疫工课，因为刷倒来囡仔去学校读册、上课下课连食饭，拢爱符合防疫规定的要求，甚至有一寡课程嘛，因为防疫关系会做调整。总算是会当出来甲同学、老师见面来参加校内英语活动的学生，比其他的囡仔搁较提早登来学校，拢感觉真欢喜。学校嘛把握时间调整防疫的安排。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的窗户以及我们的门前后都会打开，然后维持着这个通风的部分。假期前有阁少出现家长客伫大门载囡仔的情况，学校表示开学了后上下课食饭拢有真侪需要调整的所在，嘛需要家长做伙配合。在教室里面呢，把最可能做到社交距离把它做大，或者是体育课会有接触性的这些球类，譬如说篮球这些项目，我们做一些更换。接下来我们也会做细部非常的调查，我们内部会开始跟家长跟沟通调查，了解他们接下来把小朋友接送的方式是什么。家己市政府教育处表示，开学了后，学校若出现一个确诊，全班都要停课14天；有出现2例，全校停课14天。市府会替也未注意放射新进教职员安排注射，希望降低学校传播疫情的风险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